窗的外，繁忙的车水马龙，梦想沉没在近处的晚霞灯火，思念随风来，徘徊敷衍，只是落泪来释怀。该有的豪迈，梦想的勇往直前，没有了依赖。朋友的祝福满载，我也终于来，期待阳光再照了进来。窗边窗的外，繁荣的车水马龙，梦想怎么在近处的万家灯火，思念随风来，徘徊不言，只是落泪来释怀。该有的豪迈，梦想的勇往直前，没有了依赖。朋友的祝福满载，我也终于来，期待阳光再照了起来。春去秋来，花谢会开，思念化作力量存在，在这城市写下爱。哇咿呀，哈咿呀，那嗨呀，哇咿嗨耶呀，哇咿哟嗨呀，哇咿呀，嗨呀，哇嗨呀，哇咿呀，哈咿呀，那嗨呀，哇咿嗨耶呀，哇咿哟嗨呀，哇咿呀，哇咿嗨耶呀。春去秋来，花谢会开，思念化作力量存在，在这城市写下爱。哇咿呀，哈咿呀，那嗨呀，哇咿嗨耶呀，哇咿哟嗨呀，哇咿呀，嗨呀哇嗨呀，哇咿呀，哈咿呀，那嗨呀，哇咿嗨耶呀，哇咿哟嗨呀，哇咿呀，哇咿嗨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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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谢谢大家，今天下雨还会来这边听歌。有第一次来听署名唱歌的吗？有吗？有，真的有啊。哦，你要习惯，因为我唱歌都在聊天，我怕你会觉得很不值得听我聊天。我应该是雨男吧？我真的要唱歌的时候，每次都会下雨。对。台南这么少下雨的地方还可以下雨。高雄也下。啊？去高雄也下。今天下午才下。去年在高雄也下。也下。好了，对不起，我害大家。这首歌是《祈雨的妇人》。耶哟啊！
呀那哈哦啊嘿呀，咿耶咿哟啊嘿呀，哎呀那咿哟咿，对不起，5、6、7。哎呀那咿哟咿，哎，我自己发一遍。我这瓶快喝完了，好，敬大家，我输了。今天我就罚唱2个小时啊。好。假的，你们不用回家啊？不要。那我就看我什么时候醉了哦。好。唱到我酒醉为止。那哈哦啊嗨呀，咿耶咿哟啊嗨呀，呜啊嗨呀那哈哦啊嗨呀，咿耶咿哟啊嗨呀。哎呀那咿哟咿，呜啊那咿哟咿，啊呜呀，哎哟咿哟咿，啊嗨呀那咿耶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咿耶呀。咿耶咿哟啊嘿呀，呜啊嘿呀那哈哦啊嘿呀，咿耶咿哟啊嘿呀。那哈哦啊嗨呀，咿耶咿哟啊嗨呀，呜啊嗨呀那哈哦啊嗨呀，咿耶咿哟啊嗨呀。风吹过，树已不说，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有谁来了问候，
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海风吹过，树已扑朔，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纷扰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首歌 KTV 可以点哦。有隋棠姐姐啊，还有很帅很帅很像杨佑宁的男主角。你们有知道的应该都知道吧？其实这首歌还有更后面的一些意涵就可能就是反 BOT 反美丽湾因为美丽湾盖到它真的是盖到很美丽的湾只是它的房子不好看，很大一个违建，违章建筑的，因为我常常参加这些那种抗议嘛，那种活动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我去那边通常是领便当的，但是我真的睡过总统府，我前面好冷而且警察一直想要把我们赶走，很特别的经验。当然因为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土地，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土地被破坏掉，被这些不公不义的人拿走了我们这些美丽的环境。现在去都兰还是很漂亮，真的还是很漂亮，不会像垦丁一样，你现在开车已经看不到海边了，那房子都挡住了，连去沙滩玩水那个南湾都还要跟你收钱呢。人本来就是生在自然里面，要接触自然应该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还要变成要接近大自然还要付费好辛苦好像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我是这样然后但包含很多问题，就是尤其是这样 BOT 的方式，把美丽的自然资源都就给财团给去使用当地人好像只能折棉被而已。
你要不要去告诉我嘛？我会啊，给我2亿嘛。为什么要给财团呢？他们有没有对我们比较好？资本饭店就是最好的例子哦。对，资本本来那么棒的野溪的温泉哦，现在温泉卖全部都被财团就挖走了。现在去资本应该要付钱才能泡到温泉，也不知道泡的温泉是真的温泉还是假的温泉，搞不好他们只是烧开水而已，方便硫磺。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态度，就是要关心我们自己的环境，关心地球，关心社会，关心政治，这样，因为我们有关心，政治才会比较好，然后关心社会才会比较好。就是不要觉得说这个不关你的事情，大家地球就这么小，也会越来越小，这样。好，我们讲到严肃的问题。我们喝了啊，好吧？我想要换口味。对，可乐奶、海尼根这个名字太好玩了，我等下介绍给你们。阿美族的是不知道，或者我不晓得的阿美族语叫海根。海根。拿给阿妈讲说，阿妈我要喝海尼根。啊，你不知道你要喝什么吗？海根，海尼根呢？哇，对不起，很冷。我只是本来想要教你们讲几句母语的。好，我唱母语就比较多。今天有新朋友，我会唱一点点中文。又是在个巴鲁马嘎伊迪拉伊拉马松努尼亚，彼此里独孤呀吉拉，伊朗马乌苏尼努达本伊哈登啊，伊苏米达巴马卡拉登啊不吉苏，阿卡达瓦登古呀卡萨斯的努卡萨苏啊努尼达，那无能古迪的尼苏。Dalaan kau dan asai binu gana ku alunia malah 自在的不给大家唱吗？啊吼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吼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努卡萨苏阿努米达，那无能古迪的尼苏达拉恩，好当那沙伊比努盖那古阿努米亚，马拉自在的古吉达，啊吼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吼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咿耶呀，咿耶呀，哦，嗨呀，哦嗨呀，啊嗨呀，哦。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吼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吼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吼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这样才对嘛。
刚刚讲太多心事，超过了。最近也在忙一些，跟音乐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前阵子是金马奖的开幕片呢。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又要讲到水塘了。我们要消费他，我又没有跟他传绯闻。然后，参与了几个电视剧的好朋友，就是认识电影圈的人，也蛮开心的。你们有看过钟镇涛吗？有。你们年纪这么小，还有的话是年纪很大的。哇，没有啦，我年纪差不多啦。我钟镇涛大概是我2岁的时候啊。我们跟他一起演电影这样，这次，然后所以有去参加那个金马影展上，然后很妙的看到很多明星的，然后上个礼拜是参加电视剧的，我又跑去演戏了，而且我演的戏都跟警察有关的，我又演警察了，要不然就计程车司机，我的命好像都是这种啊，不知道现场没有在对影像有兴趣的，我的特征就是一看就是计程车司机，要不然就警察这种的，会吗？我演了3次警察了，然后演过拖轿车司机、计程车司机，都在演这种的。然后，但因为接触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因为我在里面很奇怪，我算异类吧，我的身份很多种，这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原住民嘛，再来就是带有一点点原住民的话就是比较文化面的，然后再来就是又参加抗议的活动，又有社会议题在我身上，然后常常写歌给一些线上的歌手，又是词曲创作人这样，然后跑去演戏，你也可以演戏可以演戏，我不知道，就接触这些人所以我在里面很奇怪然后在演电影的时候，就刚好有机会可以写到这首歌。我第一次发表，但有点紧张，好啊。也可以背好了。等下唱错才有借口你们要喝有点忙的时候，听起来比较好听。这个电影顺便帮我们宣传一下就是这部电影国片叫《甜蜜蜜》。甜蜜蜜对，有李千娜对，没有苏命啊，不要讲，有李千娜、苏命，还有隋棠，还有李烈杰还有马志祥导演。马志祥导演最近可能有机会来台南拍片他最近要拍那个台湾的那个第一支打到甲子园的球队，在台湾就是嘉农，这个嘉农K 农这样。不是相机，K 对，卡农你看卡农，我不太会讲了，他要拍时代剧然后监制制片是监制是魏德胜导演，可是为什么没有找我去演？我可以演棒球队的，虽然我国小3年级就被球队释出了。好，先唱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如果情歌都一样，如果情歌都一样，中文不太好，然后反正听听歌嘛，等一下。喜欢星光灿烂，在夜光画出你熟悉模样。喜欢念念不忘，舍不得你的怀抱和脸庞。如果情歌都一样，也许少了你给的安全感，
还是跟从前一样，对寂寞继续徜徉，闭上眼假装不迷惘，怎么会跌跌撞撞？追逐着你的爱，我却迷航，怎么会飘飘荡荡？回忆着你的话，我却受伤。如果情歌都一样，我是不是也搁浅旧时光？我的歌词怎么关起来了？像回了从前一样，以为这就要天长，留下的牵绊谁来唱？旧情歌这么长，唱不出爱却也惆怅，慢慢的回想，慢慢悲伤，慢慢只剩迷惘。旧时光晃呀晃，晃走了只能回头望，忘了可以牵手，也忘了可以温柔，忘了相知相守。而你是否已老，在夜空画出你快乐模样？而我还是这样，是望着你的怀抱和脸庞。如果情歌都一样，你是不是也搁浅旧时光？像回到从前一样，两小无猜的模样，也不管情歌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谢谢。很紧张了，你们不要放在网络上好不好？我求你们，电影还没播，电影好像27号才播，27号8号，这样。那时候我人还在国外，这样。最近在忙的事情就是又要带部落的弟弟们出国。我每年会有3件事情会做，就奉献给我自己部落的，就是第一个是回去带部落的小朋友。他们去学习一些文化的事情，还好这几年我有一点点，就因为你们，我有一点点明星偶像的光彩啊，就很多就是可能是你们吧，到都兰讲说啊，我要去看署名，我要去的时候我是署名的粉丝，然后我们部落的人都被骗了，你知道，他们以为署名在外面很红呢，就你们一直帮我在部落里面洗脑。然后小朋友可能因为这样现象吧，就是我只要回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他们可能就很喜欢来，可能就有机会跟我一起来参与，去上面砍柴、砍竹子啊，去海边这样撒网啊，抓海胆啊。本来有一阵子年轻人不爱学，那阵子也蛮长的，就大概10年有了哦。很多孩子不爱去海边哦，那边的孩子住在海边，但不去海边很奇怪，我觉得。对啊，他们的父母亲很爱去海边，可是为什么呢？可能怕孩子溺水，因为我们那边的海流很不一样。都兰那么小，有4种不一样的海岸地形，有沙滩、礁岩、鹅卵石跟悬崖，很酷吧？哦，你在都兰就可以看到这样，怎么会有沙滩又有悬崖是什么地方？对啊，在都兰有4种不一样的海域的地形，很特别。当然，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造就了老人家在海上的一些技能，还有一些伴随的一些传说故事，有那种小鬼的。我们说小孩子为什么溺水，是因为下面有一个小鬼一样，他也是小孩子，他很想要跟小朋友玩，所以如果你去那个海域啊，就是那个海域的话，小孩子去那边不适合，很危险，会被海流卷走，所以大人就编这样的故事骗我们，像虎姑婆，你知道吗？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骗小孩子说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啊，长大才能去那边，因为那个小鬼不会跟大人玩啊，跟小朋友玩，他玩他的头发很长，然后去剪小朋友的脚这样，很奇怪的故事哦。而且阿美族故事好像都没有头也没有尾的样子，然后就这样就是一个故事，就可能很多朋友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我的故事都没头没尾的，然后就故事就讲完了。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就有一个那个力气无比的人，他的名字叫加拉，这样加拉，然后他只要走一步啊，然后那个土就会凹陷，这样走过的地方就会凹陷。加拉，然后有人说他是巨人，但花莲的讲法还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啊，所以故事就讲完了。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爸爸讲故事也是这样的。他只是他是用母语讲啊，他有一些意涵在里面这样。然后巨人他本来是就是他本来对他不知道他对人类的伤害这么大，因为他走过去力气很大，会有踩践他的土地会下陷嘛这样。然后后来巨人就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就离开了，就也没有再破坏我们那边的居民。这好像没头没尾的，不晓得这样的故事很多，在都兰很多这种故事，我不晓得其他族群是不是也是这样没头没尾的。它只有一些形容的状态，但是我一直在想象这些东西不会比那个不是一天到晚画那3D 动画什么80光年啊，还是什么蝴蝶啊，如果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变成动画，很酷哎，对不对？对，我觉得啦会很酷，会给人家充满了很多想象力啊，因为这些都是童话故事。可以给人家，而且又很具代表性的在台湾发生的一些童话故事。好，讲到这个，有一首歌，就是小朋友未成年的青少年会绑在身上的一个传统的配件，叫当铺啊铃铛。这个会绑在小男生身上，从国中，有时候从国小吧，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就叫巴嘎隆啊，然后妈妈会绑这个铃铛在孩子身上，铃铛会一直绑在男孩子结婚有小孩之后才会把那个铃铛卸下，就是结婚还不算哦，要结婚有小孩了，所以阿美族的男生就是母系社会的状况是，我觉得非常浓厚。Dati ko kuya tamunin Laila ibusong kako Mapunin ko tampo arumaka Ko tampo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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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abahay ko nuya sa anini Maro karong nanito kos Rumario tunu amis agapyo Kurabyo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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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abyo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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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abyo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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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ara ako kuya sama to dakukan Datan 天哪！我再把一杯。怎么这样？我不想欺骗你们了，讲到带过算了，反正你们听不懂。听得懂。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良心好像很不安呢。我有朋友公司他做动画的，有点形象。这首歌我唱好几年了，我会忘记了。
suanan Akradan tang tang dalang dalang tang Ano mausyik ako hatayin Hey yeah, darang Maanan ali kaya kumiara Akradan tang tang dalang dalang tang Akradan tang tang dalang dalang tang Akradan tang tang dalang dalang Huwayan, hayan, nahawayo, hayan Huwayan na, haya o hayan Huwayan na, hayan na o hayan Huwayan, hayan, nahawayo, hayan Huwayan na, haya o hayan Huwayan na, huwan na o hayan Huwayan, hayan, nakawayo, hayan Huwayan na, hayan na o hayan Huwayan na, haya o hayan Hayan na o hayan Huwayan na, o haya o hayan这首歌叫《嘎巴年轻人》。麻烦的爱路马流。